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明食食食。小明喺深圳食過幾間韓燒，都覺得印象幾好，有人幫你燒，又有鰻魚食。今次就嚟實測一下呢間排晒隊嘅烤肉店，聽講仲有電視台拍過喎，一齊睇下值唔值得排隊啦。喺繼續睇落去之前，記得要撳下面個訂閱掣，只係撳個掣就可以支持到小明。有你哋嘅支持，小明就會有更多嘅動力繼續出片。當然仲要記得讚好同埋留言啦，最緊要分享埋俾你嘅朋友仔睇啊！上網見到話呢間係深圳第一名炭燒烤鰻魚，見最近都好耐冇食過韓燒，就揾個夜晚去試一試佢。呢間獅子山脆鰻魚烤肉就喺華強北站，今次就唔教大家點去啦。如果睇完今條片你都仲想試嘅話，就自己揾路啦，呵呵。我哋平日夜晚7點鐘嚟到，真係見到好多人排隊等緊。小明喺點評度提前拎咗飛，所以都只係等咗一陣就有位啦。我哋喺點評度買咗個2人餐254蚊，套餐入邊有炭烤鰻魚8塊，烤肉我哋揀咗大片牛扒同埋厚切烤五花肉，跟住揀咗香脆土豆絲餅同埋冷麵，仲有包埋6種小菜同埋2碗南瓜粥，另外再加咗一份薄切牛舌。餐廳睇落都好似幾乾淨嘅，個爐真係用炭去燒嘅。前菜有生菜沙律，仲有幾款泡菜，但呢度嘅小菜全部都偏中式口味。有生菜俾你夾住肉嚟食。呢碗南瓜粥都幾普通，本身都冇話好期待呢樣嘢，咁小明都唔投訴咁多啦。呢碟係厚切五花肉，2塊豬肉都真係幾厚幾大件，仲有舊菠蘿同埋辣椒半碟。呢度服務員會全程幫你燒嘅，燒到咁上下就再剪做一條條，再燒多陣。睇佢燒好個樣就好似幾正咁，但係啲豬肉係完全冇豬肉應有嘅香味，甚至連基本嘅肉味都好淡，食落去似係咬緊一啲冇靈魂嘅肉咁。唯一可以讚嘅係外皮燒得幾脆口，但係整體嚟講真係唔合格。呢個厚切五花肉真係搞唔掂。牛扒，呢個牛扒係小明幾期待嘅一款，但一上嚟就嚇親，事關呢碟肉真係勁薄，仲以為佢送錯餐。問完店員先確認真係牛扒。呢個牛扒食落去完全冇牛肉嘅鮮嫩感，反而似牛肉乾，又乾又韌，完全冇肉汁，真係一啲都唔好食，勁失望。烤牛舌，小明出街食烤肉都幾鍾意食烤牛舌，但呢度嘅牛舌真係令人失望。首先，啲牛舌切得唔算厚，而且全部都好瘦，冇咗牛舌應有嘅油香同爽脆感，食落就更加韌，咬到牙較軟都未吞得晒。正常好食嘅牛舌應該係帶少少脂肪，燒完爽口彈牙，但呢度嘅牛舌似乎係將貨就價，完全冇嗰種滿足感。如果係牛舌控，建議去第2度食，呢度嘅真係可以慳返。食完3款勁服嘅烤肉之後，就講下2樣小明覺得 OK 嘅嘢食啦。最尾先講號稱深圳第1名嘅炭燒烤鰻魚。全餐飯最正常嘅就係冷麵，湯底清甜，麵質爽滑，配料有青瓜、梨片同半隻蛋，整體味道平衡得幾好。不過同正宗韓式冷麵比，佢嘅湯底可以再凍啲，同埋如果加多啲冰碎，口感會更加清爽。另外麵嘅份量適中，但唔算好突出。如果係夏天食，應該會幾開胃。雖然唔係超級驚喜，但相比其他食物，冷麵已經係全晚最穩陣嘅選擇。土豆絲餅，土豆絲餅係今餐嘅小驚喜，炸得好脆口，外層金黃香脆，入面嘅土豆絲仍然保持到少少咬口，唔會太粉。不過味道上就偏向中式，似係街邊小食檔嘅炸薯餅，唔太覺有韓式風味。整體嚟講算係好食，但唔好期望係傳統韓式味道，當係普通小食咁食就 OK。燒鰻魚，燒完前面啲肉之後，服務員就會換個網燒鰻魚，
鰻魚個賣相係幾好，大件又厚肉，跟埋包韓國紫菜俾你包住嚟食，仲有啲配菜添。啲鰻魚都燒得幾靚，表面燒到微焦，望落幾吸引，仲可以揀一啲點醬烤，一啲就食原味，但一食落去就有泥味，肉質唔算好嫩滑，有少少肥膩感。正常靚嘅鰻魚應該係鮮甜冇腥味，但呢度真係味道一般，醬汁方面都係偏甜，但遮唔到嗰股泥味。如果鍾意食鰻魚，建議去第二間食，呢度嘅真係唔算高質。整體嚟講，今次嘅韓式烤肉體驗真係唔係幾好，肉類質素一般，牛扒薄到離譜，豬肉冇味，牛翅又韌。唯一正常嘅係冷麵、小菜同部分菜式偏中式，唔係好夠韓式風味。環境同服務都算 OK， 但食物質素真係有待改善。如果想食正宗韓燒，呢間未必係最好選擇，或者試下其他餐廳會穩陣啲。大家就自行決定食唔食呢間深圳第一名嘅炭燒烤鰻魚啦。真係好多謝你睇到嚟呢度，小明仲有其他影片㗎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啊！